大家好，我係蔡志恒。報讀建造業議會咧嘅水喉結構科開始咧，咁啊到目前咧已經有10幾年工程經驗啦。咁啊過往咧係由中工咧就到師傅啦，咁啊再慢慢咧就考埋持牌水喉匠嘅。咁我喺累積咗一定嘅經驗之後咧，咁啊有部分嘅水務工程咧，咁啊都係由我自己簽牌啦，咁啊而且都係順利咧一次過通過咗水務署嘅檢驗嘅。咁啊有第5部分嘅員工紙嘅。之後咧就想繼續進修啦，咁就報讀咗呢個屋宇裝備嘅高級文憑嘅，咁而且都想同一時間啦，咁喺事業上有唔同嘅嘗試咧，咁就加入咗建造業議會咧，就做工藝導師啦，咁啊幫手培訓呢個業界嘅新力軍嘅。期間咧都係有編寫呢個 QF4嘅課程內容啦，咁啊都係順利一次過咧就攞到認證啦，咁同埋咧都有被邀請咧係出任呢個世界技能大賽嘅教練嘅。完成咗之後咧，咁就想喺事業上再有突破啦。咁而家咧就喺工程顧問公司度做緊啦。咁想學下水喉以外嘅專業知識啦。而家公司目前接觸嘅可能係小型工程啊、消除消防命令同埋驗樓驗窗、斜坡等等嘅類型啦，可以學到好多嘅知識啦。咁同埋呢段期間咧，我都有代表公司參加唔同嘅比賽同埋活動咧，都有獲獎嘅。公餘時間咧，我自己都有保持進修嘅，咁並且考獲多種牌照啦。咁對於而家嘅工作咧，係非常之有用嘅。咁例如小人無人機啦，咁因為而家有接觸斜坡嘅工程啦，咁就係要檢驗斜坡嘅時候，好多時係人唔到嘅，咁而且係非常之闊嘅。咁有小人無人機嘅協助咧，咁工作咧就會順暢好多嘅。咁而且咧，我自己都有做網上自媒體咁拍攝影片啦。咁目前頻道咧主要分享係點樣考各種牌照啦，咁而且有比賽啊，同埋一啲工程嘅知識啦。因為過往有任職工藝導師啦，咁啊會了解到大家咧對呢個行業可能法例啊同埋守則嘅嗰啲唔熟悉啦，咁呢個考牌合格率就唔算太高啦，咁就拍攝咗一啲水喉中工、矮工啊同埋持牌水喉匠咧點樣去考咧嘅技巧俾大家啦。都有觀眾嘅留言咧係感激影片咧係幫助到佢哋去考牌啦，同埋認識到各個政府部門對工程嘅法例要求啊同埋規範嘅。咁而介紹比賽咧，就係想大家業界咧通過一啲比賽去競爭啊，提升大家實力啦，並且分享一啲我自己嘅比賽經驗咧，咁希望吸引到更加多觀眾咧，咁留意到我哋建造業界嘅另外一面嘅。咁嚟到喺之後嘅面試再同評審交流啦，拜拜。